手机大厂推新机，以往都找明星代言，但现在改找网红。像是当红的理科太太，就帮日系品牌代言，还用简单的方式解说产品。至于另一个本土品牌，先前曾找过孔刘，不过今年找爱抓宝的宝可梦阿伯，强调电池续航力，也让网友说找对人了。网路红人理科太太，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是理科太太网红理科太太，为手机品牌代言。舞台上请主持人黄子佼用手比出人眼视角范围，轻松简单的点出为什么手机要用21/9的宽萤幕。网路红人理科太太，我们的眼球其实是2个长形的视野，把它拼在一起的。为什么好莱坞电影会用21/9的比例去拍？就是希望可以让你很沉浸式的体验日本品牌最新款手机，首度采用21/9宽萤幕，这也是电影规格，完整保留萤幕体验上下不会有黑边。双镜头能拍出景深效果，还能分隔视窗多工处理。手机大厂找网红当代言人，也让粉丝觉得很新鲜。网路红人理科太太，我们跟粉丝比较像是朋友，其实如果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们也会提一下，然后不会说这东西是100%的好，所以就会用推荐朋友心情，粉丝也会觉得说讲的还蛮中肯的。过去包括周杰伦、萧敬腾，还有孔刘，都曾帮手机代言，价码少说8位数，找网红代言话题性十足，价码约6位数，如果找素人酬劳可能更低。素人宝可梦阿伯，2019年2月14日可以用12到13小时，不用带行动电源，也不用再接线。先前台湾品牌推新机，号称是电池怪兽，找来爱抓宝的宝可梦阿伯当站台嘉宾，呼应电池续航力超实用，网友都说找对人。尽管酬劳未知，但双方合作有其他模式，相较于孔刘代言费高达台币6000万，宝可梦阿伯 CP 值算高，网红抢代言，宣传话题性不输大明星。